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高高講下我係民主。今日呢，Andy 來做那個泡菜。其實呢，那個泡菜啊，我們可以把它比擬做像是日本的天婦羅，也就是呢，不管你是用蔬菜也好啊，或者是果子也好，把它刨成芡之後呢，再把它下去油炸。其實對這客家人來說，這個泡菜是很傳統的美食哦。來看看怎麼做吧。當然嘍，我覺得啊，像這個天婦羅也好，客家人講這個重點呢，就是它的酥炸粉。那酥炸粉呢，每個人調方式不一樣。那我們現在是用最方便的方式，也就是用低筋麵粉跟1顆蛋下去。如果說你要讓你的這個酥炸粉啊做到炸起來比較好吃的話，有一些人會先把這酥炸粉先過篩，或者是加一點小蘇打粉，讓它有點蓬鬆的感覺啊。不過沒關係，我們就先加1顆蛋下去了。好，那現在呢，我們這個酥炸粉已經做好之後，來看一下我們今天要來剖什麼東西哦。這個就是地瓜，地瓜就是叫做飯酥。這個芋頭、卜二跟泥印，等下我們就把它和在一起嘍。好，我們現在已經炸好了，稍微把它瀝油一下，等下就 OK 了，很香哦。好，現在呢，我們的天婦羅已經做好了，請試吃員來品嘗看看。你愛吃天婦羅嗎？愛吃。OK， 好，你先幫我們吃吃看嘍。還 OK 嗎？我自己也吃吃看，好不好？好，還蠻香的。很香。日本人呢講說天婦羅，客家話呢就是叫做泡菜，所以我們會問你說你好吃泡菜嗎？你好吃泡菜嗎？對，泡菜就是天婦羅。那你有學到了哈？有學到了。所以去日本的時候可以跟人家說，這就是叫做泡菜。對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們，今天做這個天婦羅，其實就跟客家吃的這個泡菜非常像的，也是我們現在要複習的第一個詞，就是天婦羅泡菜。泡菜。第二個呢就是地瓜，飯酥，飯酥。第三個要來問大家這個句子，你喜歡吃天婦羅嗎？你好吃泡菜嗎？你好吃泡菜嗎？你們喜歡吃泡菜嗎？好哦，記得哦，多多複習客家話，也可以練習一下大家的廚技。好，我們下次見嘍，拜拜。